哦呀，那咱们来，咱这大这些的来这学是。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死后呢，承办中有之礼。那中有呢，就是讲的我们所说的中阴身，就是中阴身是如何承办的呢？那基本就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呢，那立刻呢就会承办中阴身。那中阴身的有情呢，它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中阴身的有情呢，它一定是五根具足，它一定是诸根具足。那第二个呢，就是中阴身的有情呢，它的相状呢，就如同说它要投生的那一道有情的相状。如果说呢，它是要投生为人的话呢，那它在中阴身的时候呢，就是显现出人的形状、人的相状。那它如果是投生到畜生的话呢，它所显现的呢，就是畜生的相状。那第三个呢，就是中阴身有情呢，它是具备神通的。就是呢，他想要到哪里去的时候呢，他只要想，他就立刻可以到那个地方，他可以不被墙壁或是山河大地等所阻碍。他想去什么地方呢？他可以一想呢，然后就到，所以他是具备神通的。那第四个呢，就是中阴身的有情呢，比如说要投身到天道的话呢，那天道的中阴身有情呢，他们可以彼此见得到。那要投身为人的话呢，那这些人的中阴身有情呢，彼此可以见得到。那除此之外呢，人道的中阴身有情呢，无法见到天道的中阴身有情。那畜生道的中阴身有情呢，也无法见到人道的中阴身有情。那除非呢是具备了说，像以人来说呢，如果说我们具备了就是天眼通的话，就是远离八种过失的天眼通的话呢，那我们是可以看得到中阴身的。那除此之外呢，是没有办法见得到中阴身。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有情呢，他来生呢要堕到地狱的时候，那他在堕入地狱之前呢，他会先成为就是地狱道的中阴身有情。那这个地狱道的中阴身有情呢，他有没有办法就是又变为就是他这个中阴身死的时候呢，还有没有办法再变为就是天道的中阴身有情，或是人道的中阴身有情呢？那这有两种呢不同的说法。那就是以下对法，就是俱舍论来说的话呢，那俱舍论里面是说，当你承办呢就是地狱的中阴身之后呢，那你是没有办法从地狱的中阴身呢，然后再变成天道的中阴身或是人道的中阴身。但是呢，以上对法就是极论来说的话呢，那极论是承许说，虽然说你现在是成为就是地狱道的中阴身有情，但是呢，这7天地狱道的中阴身有情之后呢，它的下一个7天呢，它是可以转变成就是善趣的中阴身有情，比如说转生为人道的中阴身有情，或是天道的中阴身有情。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我们才会说，比如说像是在自己的一些亲友呢，就是往生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广造善业，为他们做功德，然后把这些功德呢回向给他们。因为呢，如果说他们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地狱的中阴身有情的时候呢，那我们透由这种广大累积资粮方式呢，为他们做功德，回向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在这个7天结束之后呢，然后可以投身到就是善趣的中阴身有情。所以呢，格西波多瓦呢就有讲述到说呢，就比如说和我们是有就是血缘关系的，比如说像是父母或是兄弟，就是具有亲属关系的这一类人呢，就是有3类的人呢，为他做功德呢，是为亡者做功德呢，是可以获得帮助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像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亲戚。那第二个呢，就是拥有共同财富的。那第三个呢，就像是上司跟弟子之间的关系。那以第一个来说呢，就是彼此之间呢，就是有血缘关系，像是父母、兄弟等等呢。那如果他们往生的时候呢，那还没有死的这些人呢，如果为他们好好的造善，然后把所行的这些善行呢回向给他们的话呢，那如果说他们这时候是投身到恶趣的中阴身的时候呢，那因为这些功德的缘故，他可能在下一个第二个7天的中阴的时候呢，他可能就由此转变为就是善趣的这个中阴身的有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讲说我们是拥有共同财产的所有人的时候呢，那其中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为他同样的做功德，或者是把这些财产呢、这些财富呢拿去为他做功德的话呢，那也可以帮助到他。那第三个就是上师跟弟子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呢，就是像是这个弟子的老师呢往生的时候，或是这个老师的学生往生的时候呢，那他去为他的弟子或是为他的老师呢去做功德、做回向的时候呢，那这些都可以帮助在假使呢是这个恶道的中阴身有情的时候，可能可以让他转变为就是善趣的中阴身有情。那这是格西波多瓦呢还有如是的讲述到。
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如果呢要投身到恶趣的友情的时候呢，那他会觉得说呢，他是在黑暗里面行走。那他行走的时候呢，就是头脚是颠倒的，就是头下脚上，以这种颠倒的方式呢，然后做行走。那如果是呢投身到善趣的友情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他是在具备的月光的这种夜晚呢，白色月光的夜晚里面呢，然后在里面行走，然后是他走的时候呢，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头上脚下这种正常的这种行走方式。有讲述到说，就是投身到恶趣跟投身到善趣有情的时候呢，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在中有的时候呢，他会现起如是的相状。那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就是以地狱道的友情来说的话呢，那地狱道友情呢，它的肤色呢，就像是那个烧焦的木头一样。那恶鬼道友情的中有的友情呢，它的颜色呢，就像是水一样。那畜生道的友情呢，它身体的畜生道的中有的友情呢，它的身体的颜色呢，就像是烟一样，就是我们火烧的那个烟一样。那欲界跟色界的天人呢，它的中有呢，就是像是金色的。黄色、金色的。那色界天的这个天人的中有呢，他的身体呢就是散发出这种白色的光芒。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那中阴身的寿量呢，那中阴身的寿量呢就是长短不一，有的呢他可能就是刚死，然后呢投生为中有，然后呢可能投生很短的时间呢，他就立刻呢找到就是可以投生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只在中有待了就是刹那的时间呢，他就立刻变成身有，然后去投生。那有的呢，就是找不到的话呢，那我们讲说中有最长的寿命呢，就是7天。他每7天呢就会死一次。那他这7天呢，如果找不到投生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又会同样呢又变为中阴身，然后呢继续呢是中阴身的友情。然后呢过7天呢，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找到投生的地方呢，然后又会死亡，然后又变中阴身的友情7天。那这样最长的时间呢就是749天。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就有讲到说，为什么就是以藏人的习俗来说的话呢，就是人死了以后呢，就是他们会做七，然后呢做七会做7个7，所以讲说749天。那也就是说呢，希望说他在这为了亡者呢，在这7749天的时间内呢，就是为他广做善行。因为呢，他最长的寿命呢，就是每7天会死一次。那最后呢，就是7个7之后呢，那第49天的那个7死亡之后呢，他一定呢会去投生的缘故，所以才会说在这49天之内呢要做7，然后呢好好的去累积善行的缘故呢就是这样。那最后呢，就讲到说，就是余生有劫生之理，就是说我们投生为中阴身之后呢，那最后呢，就是如何投生为人。那在讲述说如何投生为人的时候，如何投生为就是下一生有情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在投生的时候呢，也有4种就是出生的方式，就是胎卵湿化，就是4种世生。那如果以胎生跟卵生来说的话呢，那比如说呢，这个中生的有情呢，他接下来要投生，那他投生如果是以胎生或是卵生的方式出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会呢，就是看到呢父母亲呢就是在行淫，就是他要投生的父母亲行淫，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升起贪嗔种种，然后由此呢而投生。那以就是要投为女生来说的话呢，那他可能呢就是见到父母在行淫的时候呢，那他会对于父亲呢升起贪心，然后对母亲呢升起嗔心，然后呢靠近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他所产生的呢，其实仅仅是错乱相而已。因为呢，他会发现为靠近的时候呢，他就只见到就是父母的形象呢会慢慢的消失，最后面呢只剩下男女二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由贪心呢转为嗔心，然后因为嗔心的缘故呢，然后这个中阴身呢就使死亡，然后而此而投生。那同样呢，如果是投生为男生的时候呢，那他在父母交合的时候呢，他会对于母亲呢升起贪心，然后对于父亲呢升起嗔心，然后靠近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刚刚所见到的这个父母行淫的相状呢消失，然后也同样只看到男女二根，然后由此呢而升起嗔心，然后最后就因此而投生。那这个呢是讲到说投生的方式。那这个呢，就是在瑜伽四谛论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投生的这一种方式。
那就是以赵大恶业的这些有情来说的呢，就以比如说屠夫来说的时候呢，他要投生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说他前世呢所杀的这些，他之前呢所杀的这些羊，然后看到呢这些羊的缘故呢，所以他自然而然呢他就会往那个地方去，然后呢由此呢往那个地方去之后呢，然后由此而投身到地狱里面去。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讲到说，会投身到热地狱的有情呢，他在中阴身的时候呢，他就会希求热；然后投身到寒地狱的有情呢，他就会希求清凉。那，对于说要投身到哪一道去的这个呢，就有讲到说呢，就是比如说同类的友情呢，他会对于说，比如说他是要投身到畜生道时候呢，他就会对畜生的这些友情呢升起贪心或是嗔心；他要投身到人道呢，就会对人道友情呢升起贪心或嗔心。那这些呢，就如同是本地分里面呢，就是有如是的讲述到。那以上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就是透由呢极地呢去思维到，就是在轮回里面流转的次第。那透由极地呢去思维在轮回里面流转次第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就是烦恼呢它是如何发生的。那烦恼是如何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要先认识到说呢，就是什么是烦恼，因为我们知道说呢，我们在痛苦是如何产生，痛苦呢就是由极地而生。那极地呢，我们就讲到说业和烦恼是有两种。那在讲述业和烦恼的时候呢，那发现说业和烦恼里面呢，最主要的呢是烦恼，所以一开始呢就先讲到说是烦恼是如何产生的，然后烦恼它是怎么一个升起的一个次第，那烦恼它的因呢到底是什么？那以及说烦恼的过患呢为何？那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呢，那这个烦恼呢，它是如何呢去累积这个业的呢？那我们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呢，就是我们发现说呢，一开始我们在业是如何产生的呢？业呢一定是由烦恼所造而产生，所以一开始我们在造新的业的时候呢，一定是由烦恼呢去造业。那除了烦恼造业之外呢，那我们发现说，就是我们造了这个业之后呢，那临终的时候呢，要去滋润这个习气，让这个过去所造的这个业呢，能够增长的呢，也是透过烦恼呢去滋润的缘故。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发现说，我们在这一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呢在造业，那造的这个业呢留下了习气，那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习气又是透由烦恼呢去滋润的缘故，所以只要我们的烦恼没有断的话呢，那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些影业呢都不会消失，它也不会断除，所以呢，由此呢，我们就去思维到说呢，我们如果不把烦恼斩断的话呢，那就会不断的造业，那造业呢又有烦恼滋润，然后滋润之后呢又投生，投生之后呢又不断的造业，所以由此呢就不断的呢在轮回里面流转。所以在了解了就是思维极地流转的次第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说，烦恼呢，它的产生呢，它并不是因为说无因而生，它也不是由不顺因而生。所以由此了解了这一点道理之后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呢去断除烦恼。那如何断除烦恼呢？断除烦恼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透由就是修习三学，透由对于戒定慧三学的修持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拔除掉一切痛苦的原因，也就是烦恼。那就是透由思维极地流转次第呢，最后呢所要让我们升起的这个定解呢，就是了解到说我们所造的业和烦恼呢，并非无因生，也不是不相顺因而生，所以要断除这些呢，就是要修学戒定慧的三学，然后透由三学的修持之后呢，然后来拔除这些在轮回里面的苦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完了，就是思维极地流转次第。那在于就是安乐道论里面呢，他在讲述共中四道的时候呢，只有讲述到就是透由呢，苦集二地的门中呢来做思维，所以他只有讲到说思维就是苦地生死过坏，以及思维极地就是流转的次第，并没有特别讲述到12缘起。但是呢，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说的话呢，就是在广论里面呢，它除了讲述到就是极地呢。思维极地流转的势力之外呢，那他也讲到说，就是透由12缘起呢来做思维。那透由，因为我们在极地里面呢，已经讲到说，就是业和烦恼的缘故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业和烦恼，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呢在烦恼里面流转。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个道理呢，就是再把它解释的更详细的话呢，那就是透由就是12缘起呢，然后来做思维。
那就是为什么会有12缘起呢？就是以前呢，在印度呢有一个国王，那这个国王呢，他算是就是一个中央的一个大王，然后呢，他给边地的一个国王呢，那这个边地的国王呢叫做乌扎雅那，他就送给乌扎雅那呢就是一个轮回图。那他这个轮回图呢，最主要是依照就是世尊的这个教义呢所讲述的，所以在轮回图里面呢，它就是包括了就是最外圈的12缘起，然后以及中间的6道图，以及最里面的3毒。那这个边地的这个国王乌扎雅那呢，他看到了这一张图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呢就对轮回呢升起了厌离心。所以呢，对于某一些有情来说的时候呢，他透由12缘起呢去思维轮回的时候呢，他可以透由更广的理路，以及呢，他可能透由思维12缘起呢，他更容易对于世间呢升起这种厌患的这种感受。那特别是呢，像以前呢，就是格西布琼瓦，就是噶当派的格西布琼瓦呢，他就是专门呢在修习轮回图。那他也以这个12缘起呢。不是轮回图啦，这个格西布琼瓦呢，他也是特别就是思维12缘起呢，然后来作为他修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修持。然后他也透由12缘起呢，配合着中士道呢，然后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引导。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稍微来讲一下，就是12缘起。那我们并不会讲得很生细，就是大概讲一下，就是12缘起呢，它分为哪12支。那这边呢，我们就先介绍就是什么是12缘起。那在讲述12缘起的时候呢，就讲到说12缘起的第一支呢就是无明，那第二支呢就是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造的业。所以第一支呢无明支，第二支行支，第三支识，就是意识的识，第三支识支，第四支呢就是名色随依缘起，那第五支呢处，六处的处，这个处呢是指处所的这个处。那第6支呢讲的也是处，那这个处呢是接触的处，所以第5支呢是处支，第6支呢也是处支。不过第5处的这个处呢讲的是就是处所的处，那第6支的处呢讲的是接触的处。那第7支呢是受支，第8支是爱支，第9支是取支，第10支呢是有支，第11支呢是生支，第12支呢是老死支。所以呢，也就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12支。那除了就是12缘起呢，它的顺序呢以及次数之外呢，那接下来呢就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它的每一个的体性。那我们一开始呢讲述到无明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无明呢，它其实呢就是一切轮回的根本。那我们这边呢所讲述到的无明呢，它的体性呢就是讲到说明了作意的正相违。那什么是明了作意呢？这边所讲的明了作意呢，指的就是正的空性的智慧。那我们前面呢有讲述到说呢，就是一切的根本呢就是无明我执，所以这里所讲的无明呢，也就是讲到说我执的部分。因为呢正的空性的智慧呢，它所见到的呢，最主要的呢就是无我，也就是我们所讲述到的空性。那所以呢，在般若经里面呢，就是在的宣说呢，就是正得空性，要正得空性。般若经里面所讲的智慧呢，最讲到的智慧就是正得空性的这个智慧。因为呢，我们在轮回里面呢受的这些痛苦，那你想要脱离轮回的话呢，你唯有透由正得空性的这个智慧呢，你才有办法脱离轮回。因为刚刚讲到了，就是这边所谓的无明呢，讲的就是明了作意的正相违，就是无明我执呢，它所支持的呢是有我，因为你支持了有我之后呢，才会在生死里面不断的流转。那能够和它作为正对峙，是它的正相违的呢，就讲到说正的无我的这个智慧。所以呢，这边呢才讲说，为什么般若经对我们来说呢是最重要的这个经函，因为它里面呢是完全在讲述说要如何呢去证得空性，而且呢我们就是透由这种方式呢去抉择了空性之后，然后要在心绪里面呢升起一个证得空性的一个正量。那唯有透由这个唯有在你心绪里面呢升起了证得了空性的正量之后呢，那你才有办法呢断除业和烦恼。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升起的时候呢，还有业和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在轮回里面轮转，那也就不断的呢感受到生老病死这种痛苦。所以呢我们想要断除生死断除轮回呢，就是唯有断除第一支呢，也就是无明支。
那第二个呢，就想要说就是行知。那行知呢，也就是说我们呢都透由呢，就是第一支呢无明呢来做我们的动机，然后透由这个动机呢，然后造下了能感生，就是来生的这个运体的这个业呢，就是因为以无明为动机，然后造下了能感得来生运体的这个业呢，就是叫做第二支呢是行知。那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又分为到说就是。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到说无明呢，就是有两种，就是讲到说业果余的无明，还有真实意余的无明。那透由业果余的无明呢，就是你对于业果不了解所产生的这个无明呢，叫做业果余。那透由业果余呢所造下的这个无明呢，所造下的业呢，它所感得的业呢，就是非福业。那非福业呢所感得的呢，就是堕入于，就是投身到三恶去。那透由真实意余的无明呢，就是对于说空性不了解。那由真实意余的无明呢，以它为动机呢，所造下的业呢，就是有福业和不动业。那福业呢，就是能够感得人天生。那这边天呢，指的就是指欲界天，就是感得欲界人天的这种果报的呢，是福业。那不动业呢，就是感得上界天，也就是色界以及无色界天人的这个业呢，称之为是不动业。那第三支呢就是事支。那所谓的事呢，我们又分为就是因位事和果位事。那这边呢，第三支所讲的事呢，是属于因位事。那这边讲到说因位事的缘故是什么呢？就是它呢，我们讲到说第二支呢，透由行之造业之后呢，那这个造下的这个业呢，它会产生一个这个习气。那安置习气的这个意识呢，就是这边第三支呢所讲述到的这个事。所以呢，第三支的这个事呢，讲的呢就是因为事的因位，就是在因和果的时候，它是属于因的这个事，所以叫做因位事。所以这边所讲的事支呢，是讲说我们安立习气的这个因位事。那前面呢，我们所讲述到的，就是在讲述12缘起的时候呢，那12缘起里面，它本身呢又分为两重因果。那我们前面呢所讲到的，就是无明、行、识呢，这三者呢是称之为叫做能引之，它就是一个最主要呢能够引申的一个因的缘故呢，所以叫做能引之，或者说讲说能引的这个因，它是属于因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讲述到名色、六处、触受。那在我们现在所讲述的次第呢，是以就是符合经典的这个次第，因为我们刚才讲述的说呢，分就讲说无明、行、识、名色、六处的这个次第呢，所以我们现在是以这个次第呢所讲述的。但是呢，如果说以一个普特伽罗呢，它升起12缘起的次第的话呢，那像我们讲到第三支、四支之后呢，那第四支呢？第四个次第呢，就是在普特伽罗里面升起的一个有情心绪升起的次第的话呢，讲到因位事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是要讲到说第八支，就是我们造了这个种下了习气的这个因位事之后呢，然后最后在果位事的时候呢，就是透由爱取呢去滋润它，所以应该是要跳到第八支。然后讲爱取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不以就是一个普特伽罗升起的这个次第呢来做讲述，我们现在完全呢就是以经论里面呢所讲的12缘起的次第呢，然后来做解释。那所以第四支呢叫做名色支，那名色支里面呢，它其实分为两个缘起，一个呢叫做名缘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色缘起。那所谓的名缘起呢，就讲说到我们在五蕴里面呢，就是除了色蕴里面的受想行识这四蕴呢，称之为是名缘起。那色缘起呢，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呢，在投身之后呢，进入就是精卵合的这个受精卵的这个呢，这个称之为就是色缘起。所以呢，就是以我们的色蕴来说呢，就是色缘起。那受想行识这四蕴呢是名缘起，所以名色缘起里面呢，它又是分为名缘起和色缘起，所以这边通常是叫做名色随依缘起。那接下来呢，讲到说就是六处，六处呢就是提到说，我们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呢，就是进入就是受精卵之后呢，那在进入受精卵的这个同时呢，就是产生了就是所谓的就是生根还有异根这两者。那有了生根跟异根之后呢，那到了六处的时候呢，它就是除了后面的生根跟异根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就是眼耳鼻舌。就是除了眼根、生根跟意根这两根之外呢，那眼耳鼻舌等六根呢，就是已经就是
长出来，所以六畜呢讲的就是说六根完成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叫做六畜。那这里呢讲到说名色呢还有六畜呢，最主要呢是以说就是胎卵湿化里面呢是以胎生跟卵生呢然后来做讲述，因为如果以化生来说的话呢，化生呢它并没有就是特别呢去区分就是名色跟六畜，因为它名色缘起跟六畜缘起呢是同时升起的，它并没有一个先后的次第。那这里我们先讲述名色缘起，再讲述六畜缘起呢是以胎生呢跟卵生呢然后来做解释。那如果说是以无色界的有情来说的话呢，那它在名色缘起里面呢，它仅仅有名缘起，它并没有色缘起，因为它没有蕴体的缘故，所以它只有名缘起，它没有色缘起。那同样呢，在六畜里面呢，它除了异畜之外呢，并没有前面的五畜缘起，所以呢，这边主要讲的名色跟六畜呢，是以胎生跟卵生呢，然后来做讲述。那刚刚讲到说，就是第五支六畜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时候呢，虽然说六根呢，眼耳六根呢，虽然已经形成，但是呢，就是因根境识三者呢还没有汇合的缘故呢，没有合，就是没有交合的缘故呢，所以它没有办法呢去取外境。那到了第六支呢，畜支的时候呢，就是根境识三者呢会意，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去取，就是乐意境，还有不乐意境，还有说不喜不乐呢这三种境。那能够取境呢，这个叫做呢，就是第六支呢畜缘起。那第七支呢，就是以畜缘起呢作为一个缘之后呢，那会产生呢就是乐、苦、舍，就是三种感受。就比如说呢，当我们第六支畜支呢接触到就是乐意境的时候呢，那我们接第七支呢会升起这种乐受。那遇到不乐意境的时候呢，会升起苦受；那遇到不喜不乐的这种境的时候呢，会升起舍受。所以是由第六支畜支呢而产生第七支呢受支。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说第六支受支呢，跟第六支畜支呢，跟第七支受支呢，这两者呢，就是我们讲到说，透由第六支畜支呢，它接触到了乐意境、不乐意境，还有中庸，就是不喜不恶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然后会直接产生的就是第七支的受支，就是由此产生呢，就是乐、苦、舍呢三种感受。所以第六支畜支呢是第七支受支的直接因，而且他们是就是无间升起了，有了畜之后呢，然后就会无间呢升起了受。那有了受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会产生第八支呢爱支。那第八支的爱支呢，就是讲到说，对于呢刚所讲到的呢，就是三种感受，就是对于说乐受呢，我们会升起不离爱，就是不想要离开乐受的这一种爱。不想要离开乐受的这种爱。那对于痛苦呢，我们会升起乖离爱。乖离爱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想要离开痛苦的这种爱，叫做乖离爱。那以及呢，对于说就是对于就是平等舍呢，就对于舍受呢所产生的呢，就是这种不坏爱。不坏爱呢，就是说不希望退失的这种爱，所以就讲说透有三种受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爱。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了爱之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产生第九支取之。那取之呢，就是它对于爱之呢产生爱之后呢，那对于这个爱呢，它逐渐的变强，它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然后由此呢而产生了就是贪着。所以爱呢，就是由爱而生取，那取呢，就是对于说前面生的这个爱的这个能力呢，它变得越来越强。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取的时候呢，它又分为呢4种不同的取。那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说就是五欲的这种贪着呢，是属于欲取，就是对于五欲的这种贪着是欲取。那第二个呢是见取，那见取呢就是除了就是萨迦耶见，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五见里面呢，除了萨迦耶见之外呢，就是除了坏聚见以外的，对于其他邪见的这种贪着呢，称之为叫做见取。那第三个呢叫做戒禁取，那戒禁取呢，就是对于说和邪见相关的这种恶戒，还有说像是禁行，就是不应行的这一些呢，和邪见相关的这种不应行的这种贪着呢，叫做戒禁取。那最后一个呢叫做我语取，
那我语曲呢，最主要呢就是对韵体的这一种执着呢，然后叫做呢我语曲。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第10支呢，第10支就是有支。那有支呢，所讲述到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就是透有一开始呢，就是无名的缘故，所以而造下了种种的第2支就是行支，也就是还有种种的这个业。那这个第二个就是行支的业呢，那它是安置在就是习气。它是安置在就是4支之上，这个习气安置在4支上。然后到第10支呢，就是我们透由前面呢第8跟第9支这个爱曲呢，然后呢它去滋润，就是我们之前所安置的这个习气，就是第2支所造的业，然后安置在第3支4支上。然后这时候呢，透由8、9呢，然后去滋润它的缘故呢，然后这个业呢，它变得强而有力，然后变得呢能够引申，就是我们的来世的缘故呢，所以第10支呢有支呢，它也是业。所以我们在讲述到12缘起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呢1、8、9烦恼，就是第1支呢无明支，第2支呢爱支跟第1支无明支，第8支爱支，第9支取支呢1、8、9这3个呢是烦恼，然后呢。2和10呢是业，就是第2支行支，还有第10支有支呢，它是属于业，所以1、8、9烦恼，然后呢20即是业。那第11支呢生支，就是讲到说呢，刚刚呢我们所讲到说第10支的这个业呢，这个有支的这个业，它因为第8跟第9支呢，就是滋润之后呢，那它能够引申后来世，引申后有。他引申来世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我们这个世呢，它在就是世身，就是无论说在湿软化身、世身里面呢，任何一种状态之下呢，能够结生，就是能够相续，能够相续结生的时候呢，那这个最初的这个生有，就是最初就是投生的这个当下呢，就是称之为就是第11支，就是生缘起。那第12支呢，就提到说是老死支，那这边呢也是包括了2支，就是包括老支和死支。那在讲述老支呢，老缘起呢，指的就是说我们结生之后呢，就除了第一刹那在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投生的第一刹那是生缘起之外呢，那从第2开始之后呢，就称为是老支，就是老缘起，就是指我们的运体呢，它逐渐的呢就是产生变化或是成熟，那这种呢称之为叫做老支。那死支呢，就是说在同一个运体，就是同运，我们在同一个这个运体，就是从生缘起的这个生下这个运体之后呢，那这个运体呢，它死去、舍弃或是坏死呢，称之为是死缘起。所以呢，这第12支呢，就是包含了老缘起和死缘起。那刚刚呢就讲述到说12缘起呢，它又分为就是2重缘起，所以呢又把这12缘起呢能够分为就是能引之、能生之，还有所引之，还有所生之呢这4种。那我们举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呢，就是以无名来说呢，无名呢他就像是农夫一样，就是一个播种的人。那有了这个播种的人之后呢，就是以无名呢为动机，那动机呢就是造下了这个业，也就是造下第2支就是行业，所以就是透由无名呢就像是播种的人，那他所造的这个业呢就如同像是种子一样，所以第2支行业呢就如同是种子。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了这个造了这个业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业习气呢，就是留在这个世之上呢。那所以呢，因为是呢，它就如同说我们把种子呢种在田上面，所以呢，无名、行还有事呢，这3个呢，称之为叫做能引之。那刚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将这个习气呢留在意识之上呢，就如同是把这个种子呢，就是种到田里面去，就是播种呢到田里面去。那所以无名、行、识呢这3者呢，称之为是能引之。那有了种子之后呢，那就是透由就是爱取呢这2个去滋润，所以爱取呢，它就如同是我们经过适度的这种温度，还有就是阳光呢，还有肥料呢，还有水等等呢，去培育它，去培育这个种子。所以爱取呢，就如同是这个肥料呢，还有像是水啊、阳光等等。那有了爱取去滋润之后呢，那我们刚所造的种在因为识之上的这个习气呢，这个业呢，然后到了
第十支就是透由爱取去滋润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个就是强力而能够引发来生的这个后生的这个能力。所以第十支有枝呢，它就如同说这个种子呢，经过了就是肥料，然后还有阳光，还有水等等呢，去滋润培养之后呢，那它就变说已经具备了能够发芽能力的这个种子，就是它随时呢可以能够发芽的一个种子。所以呢，以此呢来比喻到就是第十支的有枝。所以呢，刚刚讲到说1、2、3就是无名行事呢是能引之，那8、9、10呢就是爱取有这3支为呢称之为叫做能生之。那刚就讲到说呢，就是在12缘起里面呢，分为就是2重因果。那再讲到说，一开始我们都有无名呢，就是以无名呢为动机，然后造下了这个业，然后业呢安置在习气之上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呢有了就是堪为就是能生的这个能力，就是它已经有一个能够堪为引生的这个能力，所以前面3支呢叫做能引之。那有了这个能引之之后呢，那它透由我们讲到说爱取有呢，就是爱取呢去滋润，然后到第10支呢，它已经变成说能够透由爱取的触发，它已经变得就是随时呢能够引生后有，所以8、9、10呢，它是最主要呢能够产生的这个因，就是前面呢1、2、3呢，它已经有了这个能力，能够去生的这个能力，它已经堪为引用，已经引发出了这个能力，所以叫做能引之。那8、9、10呢，等于是直接能够升起的一个因呢，所以叫做能生之。那刚刚呢就讲到说，就是透由爱取呢去滋润，然后到第10支有枝的时候呢，它已经变得强而有力呢，能够引生来生，所以它这个呢是能生之。那这个能生之呢，它所生的是什么呢？它所生的呢就是第11支生之呢跟老死之，就是透由它能生之呢所引生的呢，所以呢11和12呢就是生之呢和老死之呢，它是属于所生之。那有了这个所生之之后呢，那这个所生之它能够产生的呢，就是后面就是4、5、6、7，就是名色、六触、触、受。所以名色、六触、触、受呢，这4支呢，就是4、5、6、7支呢，它就是所引之，就是它透由呢，就是所生之呢，最后呢所产生的呢，所引发出来的呢，就是名色，然后六触、触、受呢，所以又分为就是所生之和所引之呢这2重缘起。所以呢，透由上述呢，我们知道说呢，在12缘起里面呢，它就是有2重的因果，也就是呢6个呢是属于因的缘起，然后6个呢是属于果的缘起。那6个呢属于因的缘起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1、2、3，就是无名、行事这3支，还有后面呢就是8、9、10爱取有这3支呢，就是加起来6支呢是属于因位的缘起，就是无名、行事、爱取有呢，它是属于因缘起。那生、老、死还有名色、六触、触、受呢，这6支呢是属于果缘起。那刚呢我们就提到说呢，就是无名、行事呢这3者呢是属于能引之，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你除了有农夫呢，他把这个种子呢种到田之上呢，并不表示说这个种子它一定会发芽，它只是具备了这样子的能力。那你要让这个种子能够发芽呢，你一定要透由呢，就是透由阳光、水还有肥料呢去培养它，去灌溉它之后呢，它才能够变成一个能够具有发芽能力的这个种子。所以呢，一开始呢，在无名透由无名呢，就是无名为动机，然后造了行这个业之后，然后把这个习气呢安置在事之上呢，不表示说他已经具备一个能力，但是不表示说他一定能够结果。要结果呢，要透由爱取去滋润，然后透由第10支呢去引发。所以爱取有呢是属于就是能引之，能生之，爱取有是能生之。那前面的无名行事呢是能引之。那讲述了6个因缘起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说有6个果缘起。那果缘起我们刚刚讲到说它分为说所生之跟所引之这2者，虽然说分为所生之跟所引之呢，但是所生之和所引之呢2者是同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说什么叫做所生之呢？所生之就是当我们有了
就是我们有了能引之之后呢，那能引之透由就是爱取之论，然后让第十之有之呢能够引生后生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它是能生之。那这个能生呢，它所生下的时候，它什么时候能够生起所生的果呢？所生的果就是看你的生和老死什么时候成办的时候呢，那就是属于所生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生和老死呢，它是所生之。那因为有了所生之的缘故呢，它自然而然呢能够。它自然而然呢，能够引起就是名色六触触受这几种，那它也是包含就是生到老死里面这一段同样的时间呢所产生的就是名色六触触受的缘故，所以呢才区分为就是所生之和所引之，但是其实呢所生跟所引这两者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了12缘起之后呢，那我们来做一个譬喻呢，就是以一个补特伽罗呢，他的心绪是如何承办这12缘起的呢？那来说明的话呢，大家能够比较容易去了解。那就比如说呢，就是今生呢他是人，然后呢他造了就是在今生的缘故呢，他造了一个就是比如说他来生呢要投生到天人，投生为天道。那他在人生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先起一个就是真实一语的无明，就是呢先去执持我执。那有了对我的这个执着的时候呢，那他就去有了升起了我执之后呢，他就去造了种种的这种业。那他就是不断的呢，因为他想要来生呢，想要投生到天道的缘故呢，所以他就不断的呢去造善业。他就想要说，我呢要投生到天道去，所以透由这个无明呢，真实一语的这个无明呢，就是以我执呢作为这个动机，然后有动机之后呢，他不断的呢去造善业。那在造善业的同时呢，他也不断的去做发愿、回向以及随喜，然后希望说呢，我来生呢能够投生到这个天人去。那他透有这种，所以一开始呢，他透有就是这个我执呢，就是有了第一世的无明，然后去造种种的这种善业呢，就是造了第二支的就是行之。那他可能就是造了很多的福业。那他造了这个善业之后呢，把这个善呢，就是安立在就是他第三支呢，就是事之上。那有了事之上呢，它透由中间就是像是这种发愿啊、回向啊等等这种力量呢，不断的呢去滋润它这个所造下这个习气。那去造下呢，就是去滋润的这个呢，就是8跟9呢，那就是第8支跟爱支跟第9支取支呢，它不断的去滋润。然后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因为爱取滋润的缘故，所以他升起一个强而有力呢，能够引申到天生的这个能力，所以这就是第10支呢有支。那有了这个有支之后呢，那这时候已经是一生，这是第一生，就是他承办的就是无明行识，然后还有爱取有这3世。然后在临终的时候呢，因为他不断的回向发愿的缘故呢，所以透由爱取滋润，然后第10支呢能够强而有力的呢能够引申后有，所以呢他来生呢。他死了以后呢，他就投生到天道的中阴身。那投生到天道的中阴身之后呢，那这个中阴身死亡之后呢，他就升起了就是第11支，就是投生为天人的第一刹那呢，就升起了生之。然后第二刹那呢，就开始了老死。那有了生之之后呢，那自然而然，那中间的名色六触触受呢，自然而然被引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从人呢投生到天生去里面呢，就是前面6个因呢，就是6个因缘起呢，它是在前生作为人的时候呢，就是圆满。那到了果汁的6个缘起呢，就是从生老死，然后还有就是名色六触触受呢，是在成为天人那一生呢才开始引生。所以呢，我们在讲说12缘起的这个升起，在一个有情心绪中成熟的几生能够圆满的话呢，那最快呢就是2世能够圆满，就是你今世呢造下了投有无明，就是对动机，然后造下业，然后业种在意识田之上，然后呢透有8、9，临终的时候呢透有8、9支爱取去滋润，然后产而第10支呢产而有力的后生，这是在第一生的时候，然后到第二生呢你投生为天道的时候呢，那就开始了，就是生老死，还有名色六触触受。所以最快的话呢，一定是要2世圆满，12缘起不可能在1世呢就圆满，一定是要2世呢才能够圆满。那最慢呢是3世，3世的意思呢不是说连着的3世，他可能呢在这一生的时候呢，他造下了无明行识，就是把这个业呢种在意识田之上之后呢，那他不一定是下一世透由就是
它不一定是今生，它不是今生的爱取有，就是你不是今生的这个临终前的爱取呢去滋润，它也不是我们下一生，它可能是某一生呢，某一生在临终的时候呢，又透由爱取呢去滋润，然后到体使之呢成为常力能够引申后有，然后这个是第二生的嘛，就是1、2、3无名形式是在第一世的时候造的。那它在中间的某一世呢，就是透由8、9去滋润，那这是第二世。然后透由这个滋润之后产生的下一世呢，引申的就是生老死，还有名色六处、触受等等呢，那这是第三世。所以12缘起呢，最快呢是2世成熟，那最慢呢是3世能够圆满。那这里呢，就是虽然说讲述到了12缘起，那12缘起内容呢，就是稍微比较广一点之外呢，那其实呢，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呢，透由极地引申，就是生死的这个次第呢，其实是一样的，它的内容是一样的。不过呢，就是12缘起呢稍微广一点，就是呢，我们刚讲到呢，就是1、8、9呢是烦恼，就是无明呢，还有爱取呢，这三支呢是烦恼。因为有了这3支烦恼的缘故呢，所以才会有就是第2支跟第10支的这个行，还有有呢，这2支呢是业。那有了烦恼和业之后呢，那剩下呢就是生死，还有像是名色六处、触受这些呢，那剩下的7支呢，全部呢都是属于苦，都是属于苦地的范围。所以呢，就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呢，在极地所讲到的，就是有了烦恼，因为呢有了无明，因为有了无明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造下种种的烦恼。那有了种种的烦恼之后呢，才会造下了业。那有了业之后呢，才会感生种种的痛苦。所以意思呢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龙树菩萨呢有讲到说，从3出生2，从2而生7，从7复生3，转述3有轮。那从3出生2的意思呢，就是透由呢我们一开始的无明，以及呢爱取呢它去滋润的缘故呢，所以一开始无明呢它所造的呢就是第2支的行业，以及呢第8跟第9支呢它去滋润之后呢，而有了都是第10支的有支。所以从3出生呢，就是透由3种就是无明还有爱取这3种烦恼呢而出生的恶，就是产生了行支还有第10支有支呢这2个业。那因为有业和烦恼的缘故呢，从2而生7，所以又产生了就是生和老死呢，其他7支就是其他这7个是苦，所以又产生了其他这7种苦支。那因为有这7种苦支，因为有了我们生，然后有了这个运体之后呢，然后又不断的呢去造作无明还有爱取的缘故呢，又不断去造作这3的缘故呢，然后从7复生3，然后呢速转3有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不断的呢在轮回里面游转。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前面极地所讲的缘故呢是一样的，就是一开始呢我们是因为就是无明，也就是烦恼的缘故，有无明的缘故，所以才有后面种种的这一种12缘起种种的这些，然后才在轮回里面流转。所以当我们能够升起正的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那自然第一次无明呢你就能够断除。你没有无明，你没有烦恼之后呢，你自然不会去造第2次的行业。那你没有行业之后呢，自然你就没有所谓的业呢可以去安置在意识田之上，没有办法安置在把这个习气呢安置在事之上。那没有把习气安置在事之上呢，那自然不会有第8支跟第9支的烦恼呢去滋润它。那没有8、9支去滋润它的话呢，那这个业呢它自然不会从此而变得就是强而有力，能够引申后生。那不能够引申后生的时候呢，自然就不会有生和老死等其他7支的这种痛苦，这种苦的这种而产生。所以它的内容呢其实是一样的，只要遮除了无明之后呢，那自然而然一切的烦恼那都能够断除。所以这边就讲到说12缘起呢还要分起就是12缘起的升起次第呢跟还灭次第。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多做讲述。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思维极地流转次第呢。那最主要为什么讲述到思维极地流转的次第呢？它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了解到说轮回的根本呢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唯有了解轮回的根本之后呢，你才知道说如何呢去断除轮回。所以我们知道说轮回呢，它最主要的因呢，就是因为说无明我执的缘故。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无明我执呢，它是我们
轮回流转生死的一个根本之后呢，那就要想办法呢去断除它。那所以呢，要去断除这个极地的时候呢，断除这个极地流转的这个次第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觉者能去解脱道性，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该如何做呢，才能够获得解脱呢？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了解了极地的流转次第之后呢，然后就讲到说，那我们该如何的行持呢，才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讲到说，觉者能去解脱道性。那在讲到说觉者能去解脱道性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以何等身呢能够灭除生死？那第二个呢，讲到说以何等身能够灭除生死之后呢，那讲到说你获得了这个身之后呢，然后修何等道而为灭除，就是你要修习怎样的道呢，才能够去灭除掉这个烦恼的根本。所以觉者能去解脱道性呢，又分两个科判，就是以何等身灭除生死，还有第二个呢，修何等道而为灭除。那所以第一个呢，就讲到说以何等身呢灭除生死。那以何等身灭除生死呢？这边呢，就是格西波多瓦呢，他就讲到说，就是我们从过去呢，就是无始轮回以来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不断的呢，在轮回里面呢流转。那流转到现在呢，就是还是一样在轮回里面流转，因为在轮回里面流转这件事情呢，它并不会自然而然呢就消失，一定呢是要透由我们去学习，然后呢我们精进修行之后呢，才有办法去断除。不可能说因为说我们在轮回里面流转久了缘故呢，所以轮回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断除，这个并不会发生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想在轮回里面继续流转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去学习呢，就是断除烦恼，就是断除轮回的这个方法。那什么呢才能是能够断除轮回的一个方法呢？那断除轮回方法最好的一个时机呢，就是现得暇满之时，就是现在呢，我们获得暇满人生的这个时候呢，它是我们能够断除烦恼最好的这个身体，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所以讲到说以何等身灭除生死呢，最主要的这个身呢，就是讲到说暇满人生。那所以在讲到说呢，以何等身呢灭除生死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呢，如果我们获得的呢是八无暇的这种身的话呢，那无暇身我们是没有办法呢去修习佛法的，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够获得具足暇满的这个暇满人生。那在暇满人生里面呢，如果说我们是居士身的话呢，就是居家的这种有情的话呢，那身为居家有情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容易呢产生种种的贪嗔以及嫉妒种种烦恼。那因为呢居家的缘故呢，所以要忙很多，就是世间的这些事物，像是可能要去种田，或者说要去经商，或是各式各样的事情呢要去处理。所以呢，相较起来呢，相较于就是居家的这些有情比起来呢，那出家的这些有情呢，它是更容易呢去修习的，因为它并不像居士呢有这么多的就是修学佛法的这些障碍。所以呢，在讲述到说以何等身呢灭除生死的时候呢，那最好呢是能够获得就是暇满的人生。那在暇满人生里面呢，就是以出家身跟在家身来说的话呢，那出家身呢又是最殊胜的，所以以何等身灭除生死里面呢，最殊胜的身呢就是暇满人生里面的出家身。那居士身呢，就是比不上出家身最主要的缘故呢，就是因为说他因为要做很多世间的这些事情的缘故，所以可能呢在修法的时间或是各方面呢比较容易产生障碍，所以才说呢出家身呢是最殊胜的。那这边呢就讲了说以何等身呢灭除生死。那讲到说以暇满人生呢能够去修习这个断除生死的这个方式之后呢，那就讲说那修除何种的道呢才能够去做断除。那在讲述到修除何种道才能够去断除的时候呢，那在现在中士道的部分呢，就是只讲到了说要去修学三学。那这边呢最主要是讲到说修习戒学的部分。那至于定学和慧学呢，它的内容呢并不在这边做讲述，而是在上士道呢讲述到六度的时候提到说后面的精进波罗蜜还有智慧波罗蜜多的时候呢，然后才会做讲述。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先讲到这边。那至于说修何等道而为灭除这个科判呢，那我们到下一堂课呢再继续的做解释。